想同內地嘅親友聯繫，好彩呢度可以收到內地信號。終於收到內地信號啦！喂，我地址呢？話下面。咁就慳返好多啦。2005年，中國電信正式開通澳門一卡兩號流動通訊服務，電話咧，結語啊！請問唔免拍凳到拍我大陸電話。將兩地連成一家，從此與內地通話，人人都可以隨心隨地。你好啊，你好啊，有咩可以幫到你？我想申請內地、澳門共用上網嘅月費計劃。好啊，我而家幫你申請啊，你睇睇呢幾個。 20年嚟，中國電信與澳門一齊經歷每一個成長進步嘅瞬間，由 2G 時代嘅無縫通話到 3G 時代嘅網絡互動，無縫銜接，兩地一家。我哋與時並進，為大家提供全方位嘅服務。而家一齊暢享流動互聯網時代嘅無限生活。中國電信，一間喺內地、澳門及香港均有註冊嘅電信公司，實現3地一致嘅生活體驗。3地連成一家，灣區一家。中國電信，通訊跨越界限，生活無縫接通。中國電信澳門有限公司從2005年開通澳門流動通訊服務，至今走過20春秋，從 2G 到 5G， 從語音到數據，從澳門到灣區，每一步都離唔開澳門社會各界嘅支持同關愛。服務澳門20載，感恩相伴20春秋。我哋一直根植澳門，服務澳門，貢獻澳門。我哋係百年央企，亦係澳門社會嘅一份子。我哋一直係灣區一家人。